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《台語天馬行空》第17集，我是小張。咱今日要來討論一個較輕鬆的話題，有一個常用詞，咱時常會去講到，就是“冤家”這兩字。這兩字的正字到底安怎寫？有較好的講法無？親像這兩個人一句來一句去，就是在冤家。冤家會使算是常用詞，但是到底安怎寫？咱今日就要來甲講清楚，說分明。其實小張拄開始做節目的時陣，就已經捌講過“冤家”這兩字啊。但是迄個講法是別人甲小張教的，即馬想起來完全無道理，完全無根據。所以小張決定要來講一個家己的版本。有根有據，但是不管講了好，還是講了歹，攏歡迎各位來參加討論，來甲小張指點。古早的版本就留咧，互人笑不要緊。反正我毋是專家，也毋是國寶啊，對無？今日這件代誌，愛對這個物件開始討論起。這是什麼物件？這個物件的漢字寫作安尼，佇同文內底有記錄，用古、下、切、音讀作家，嘛會使讀作歸，閣會使讀作歸。佇公文內底有記錄，愛讀作上平聲，甲這個字共韻母。這個字咱大家攏知，愛讀作字，嘛會使讀作賊。其實這字歸都是 EAI 互相轉運的字。安怎講？咱即馬來看南美洲這兩個國家，咱甲寫作巴拉圭甲烏拉圭，但是其實這兩個國家應該愛讀作巴拉圭、烏魯圭。所以講這個字其實都有 I 的韻佇內底。這個字當作聲符安怎讀法？雞仔頭、巷仔尾。這個字佇說文解字內底有寫甲真清楚，四通倒也。中型雞聲，所以這個字會使讀作雞，嘛會使讀作雞。這個雞甲雞的中間都是爭插一個 u， 這個 u 就是來無應去無蹤的介音。這個概念咱上少已經講800擺以上啊。咱即馬來看這是什麼物件？這就叫做水雞。這是什麼物件？這就是小張上愛食的雞魚。這是雞，嘛會使讀作龜，閣會使讀作雞，攏會使。小張，你講這幾個字會使讀作雞，你有啥物證明？有喏，咱來看台灣閩南語用字彙編這本字典內底的記錄，這幾個字攏會使讀作雞。佇這張表頂懸有另外一個字嘛會使讀作雞，就是這個字。咱即馬來看偉大的教育部安怎寫水雞這兩字。咱的教育部就甲寫國國家的雞啦。其實這字雞佇中古時期就已經寫了毋對伊啊。但是咱的教育部無做研究，牙香對白，實在是不可原諒啦。正字就應該寫作安尼，讀作水雞。有一寡人甲小張講：小張，咱教育部的用字攏是經過專家甲學者研究過的呢，你毋好一直批評教育部啦。但是咱都看甲真明白啊，人中古時期因為某種因果種種因素，咱毋知啦，字寫毋對去。結果，咱的教育部參研究嘛無研究，參想嘛無想，直接就照抄，直接就牙香對白。這字水雞的雞，就是上好的證明啊！咱有甲教育部冤枉無？無啊！咱即馬來做一個整理，這個字中型雞聲會使讀作雞，嘛會使讀作雞。這個字古早字寫作安尼，佇說文解字內底寫將匪雞聲。所以這個字嘛會使讀作雞，閣會使讀作雞。咱即馬來講一字新的字，這個字佇說文解字內底寫新也，將心雞聲。所以講這個字嘛會使讀作雞，也是讀作雞，一點仔勉強都無。小張，你講甲落長，這字雞甲冤家的雞有啥物關係？你毋着緊講。好，咱即馬就來看這個字，佇說文解字內底寫雞也。將心什麼聲？這個字就愛讀作冤，第二條的冤。這兩字就是標準的共義連詞。佇同文內底，閣有記錄，會使讀作第三條的冤，嘛會使讀作第7條的冤。佇史記內底，嘛有記錄，該平聲讀。這個平聲就會使讀作冤，第1條的冤。咱即馬來做一個整理，這字怨天怨地的怨，會使讀作冤，第1條的冤，嘛會使讀作第2條。讀作冤，閣會使讀作第3條的冤，嘛會使讀作第7條的冤。講完聲調，咱即馬來討論共義連詞的部分。
既然是共義連詞，咱就會使甲寫做伙。咱拄則捌講過，怨天怨地的怨會使讀作第一調。第一調變調的時陣，就愛變第七調。第七調對應的就是唱的聲調，所以唱歌、怨歌聲調就是安尼來的。根據小張的人生經驗嘛，這個怨歌無固定的方式，嘛無固定的形式啊。親像有一寡人怨歌的時陣，就是一句來一句去，喊甲大細聲。有的人是講無兩句話，就起骹動手。嘛有的人是攏無愛講話哦。我莫甲你講話，你嘛莫甲我講話。什麼人先講話，什麼人就輸啊。嘛有一寡人冤家是用大炮先甲你弄弄咧，參恁國家的元首嘛甲你抓起來，要講條件才來講。人美國就是安尼啊，敢毋是？咱即馬翻頭轉來討論冤家這兩字，咱拄則就捌講過啊，無一定的形式，重點就是這兩字有一個共義連詞，叫做恨。這個恨是啥物意思？那用白話來講，就是袂爽啦。這個袂爽，當然就是冤家主要的原因。咱來講結論，第一，這個字就是 E-A-I 互相轉運的字，小張已經講甲真清楚啊。第二，水雞的雞絕對袂使寫這字，國國雞的雞絕對毋是正字啦。正字就應該愛寫作安尼，讀作水雞。第三，佇說文解字內底寫冤雞呀。所以講，這兩字就是標準的共義連詞。既然是共義連詞，就會使甲寫做伙。所以第四點，冤家就是寫作安尼，這兩字就是正字，恨就是主要的原因。今日我就講到這，感謝你的收看，歡迎批評甲指教，謝謝，拜拜。